韩王，战场上出现一支图尔扈特人的军队。努尔阿里汗，这其中肯定另有缘由。我向您发誓，这绝不会是一支作战的军队。我当然愿意相信你，可是这需要证实。如果您不反对，我们现在就去查看，会清楚原因的。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我可以肯定，绝对不会有军事行动。这是您的士兵吗？是图尔扈特士兵努尔阿里汗。你说的对，这不是一支准备作战的军队。可是，他们在那干什么呢？他们在把死去的图尔扈特人身上的生死牌解下来带走。这是图尔扈特人对死者的尊重，还是你们的一种仪式啊？这是我们的心愿。死者的身体虽然不能回到故乡，但我们要把他们依附在生死牌上的灵魂带回去。欧巴西汗，现在我能理解图尔扈特人为什么情愿跟着您流血牺牲了。这些野蛮的突厥人实在是难以开化，不可理喻。我向您道歉，汗王。让你的道歉见鬼去吧！别克多夫先生，你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汗王放在眼里，你损害了我们哈萨克人的道德和信誉，你损害了我们祖祖辈辈的传统，还有习俗。可是，尊敬的汗王，请听我解释好吗？我已经听够了。汗王，您最好听我说一声。从你来到这里，就像个嚼舌的女人，总是喋喋不休，没完没了。你什么也别解释了，现在你要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。努尔阿里汗，你要记住，我是俄罗斯的官员，您没有权利惩罚我。我是没有权利惩罚一个即使是落魄的俄罗斯官员，可是，在哈萨克这个地方，我有权利决定你的去留。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，你被驱逐了，请你马上离开哈萨克斯坦。汗王，我在这里肩负着重要的使命，把你的重要使命带回俄罗斯去吧。你应该庆幸还没有来得及伤害沃巴西汗，否则你连回俄罗斯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将用你的人头来祭奠被你谋杀的人。来人，在，把贝克托夫先生一直送出我们哈萨克的领地。是，请吧。那我就告辞了，努尔阿里汗。不送。不可理喻，真是。领取你们的坐骑和枪支。他走了，他早就该走了。俄罗斯妨碍了我们。就是啊，快走吧。好了，娜塔莉亚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，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你是俄罗斯人，图尔扈特人走到了这般凄惨的地步，可你为什么不走呢？为什么不走？你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呢？东归对于你没有意义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路上倒下去。我就是跟你说，你也不会明白的。娜塔莉亚，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梦，就是到东方那神秘的地方去看看。我有爱，
我要跟随我所爱的男人走遍天涯海角，他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。我要为他生孩子。我是一个女人，我宁愿接受面前的痛苦。能告诉我你爱的人是谁吗，查勒米亚？那个人是邦巴尔，没想到吧？而你们呢？你们这些贵族佬，才不会为了爱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呢。其实你不是为了东归，为了沃巴西，是为了你自己。我不是为自己，胡说！你就是为了你自己。你不是已经要走吗？赶快滚吧！你们这些怕死的俄国佬，我恨你们这些俄国佬！查勒米亚，我不是俄国佬，我更不是公主。难道我说错你了吗？不，你没错。恰恰相反，我愿意你骂我，也愿意喝你为我煮的咖啡。查勒米亚，现在我要走了，但是我会记住你的。好了，你别在这儿装样子了。我是一个仆人，你最好把我忘掉。查勒米亚，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，我不是俄国人，我是波兰人。什么？你是波兰人？是的。这么说，你要回到波兰去了？那好啊，我会祝福你的。谢谢你，查勒米亚。我要回去，如果我能活着，我一定要回去。别动！我是舍楞。快去吧。是。这绝不是努尔阿里汗的意思。他并不买别克托夫的账，他甚至很厌恶别克托夫插手图尔扈特人和哈萨克人之间的事情。这个人重感情、讲义气，他身上具有我们游牧民族相同的习俗和品质。也许他能改变主意，给图尔扈特人让开道路。他同情图尔扈特人的处境，但也明确地表示不会放弃对我们的堵截。要避免战争，除非图尔扈特人重返伏尔加河。当然，他愿意看到女皇能够改变主意，同意我们东归。这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。是的，没有侥幸，也没有其他的可能。对努尔阿里汗，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。是的，韩王说的对，我们无论对努尔阿里和其他阿里，都不抱任何幻想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：东归，回到我们那久别的故乡。韩王，舍楞将军请见。请舍楞将军。沃巴西汗，努尔阿里汗想见您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在图尔扈特人的阵地前。请你立刻去通告努尔阿里汗，沃巴西将隆重迎接他的到来。是的，沃巴西汗。汗，努尔阿里的造访一定和娜塔莉亚有关系，至少他要见到公主殿下。努尔阿里汗，他们过来了。安好，努尔阿里汗。你好，沃巴西汗。你瞧，刚刚和你告别，现在又见面了。我也很高兴又见到你，努尔阿里汗。图尔扈特人现在处境窘迫，虽然不能和哈萨克人相比，但我们将倾其所有，隆重地接待您的到来。我的朋友，现在来做客是难为图尔扈特人，你们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招待我，心里会不安的。不要费心了，我不做客。沃巴西汗，我只想当着您的面解释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努尔阿里汗，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
现在在俄罗斯以外的任何地方，只要别克托夫先生有机会，他都会这么做的。没有人可以控制他，因为他必须不择手段地弥补自己的过失，以求得女皇的原谅。这关系到他的前程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能听你这么说，我心里感到很宽慰。可我还是要向你道歉，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受到威胁，当然是我的责任。你已经尽到了主人的责任，您的部下还保护了我。为此，我感谢舍勒将军，他会受到嘉奖的。沃巴西汗，别克托夫受到了惩罚，努尔阿里汗已经将他驱逐出了哈萨克的领地。好极了，您消除了我心中的不安。沃巴西汗，问题都解决了。努尔阿里汗，您的造访仅仅是为了当面向我道歉吗？是的，不过既然来了，就顺便看望一下公主殿下，她还好吗？当然，请吧，努尔阿里汗。这。欢迎您，努尔阿里汗。您好，公主殿下，我是特意来看望您的。努尔阿里汗，请你进帐和娜塔莉亚公主好好谈谈吧。努尔阿里汗，请进吧。请。放弃这个计划？不，这是图尔扈特人掌握主动的绝好机会。汗王，难道您看不出来吗？只要控制了努尔阿里，胜利的天平就会偏向图尔扈特人一方，我们完全可以击败哈萨克人。这简直就是佛祖的恩赐。图尔扈特人不能拒绝。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早晨，哈萨克人也有这样的机会。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控制图尔扈特人，可是他们没有那样做。他们拒绝了别克托夫的阴谋，全身心地投入了一个款待客人的盛宴。在同样的情况下，图尔扈特人也拒绝阴谋。汗王，您可要想好，要是舍楞稍稍偏向一点努尔阿里，我们的计划就会暴露，那可是全体图尔扈特人的灾难呢。放弃绑架努尔阿里的计划，汗。而且我们也要公正地对待舍楞，他不止一次地帮助过我们。可是他太善变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对他不得不防。舍楞是多变，他的每一次变化都不针对图尔扈特人。舍楞的处境和我们不一样，不可能像图尔扈特人那样看待问题。我要你们牢牢地记住，舍楞他从来没有伤害过图尔扈特人。谨慎让我们几乎失去了判断能力。韩王说得对，舍楞没有理由出卖图尔扈特人，他已经有了新的牧场，但不会用图尔扈特人的牺牲报答哈萨克人。让我们相信他吧。努尔阿里一直怀疑图尔扈特人会听从女皇的要求，驯服地返回伏尔加河。现在他更加深信不疑，哈萨克人和图尔扈特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。事情变得很紧迫了，等待女皇的回信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我们的偷袭行动比原计划再提前一天，就是说，后天凌晨，我们一定要开始行动。没问题的，军队的集结正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到了明天上午，所有的工作都会安排就绪的，这一点您就放心吧。好。
诺尔阿里汗，很高兴您能邀请沃巴西汗去哈萨克人营地做客，谢谢，这是个好兆头。但愿哈萨克人和图尔扈特人就像主人和客人一样，不分彼此，和平相处。尊敬的公主殿下，我相信，这也是沃巴西汗和我的愿望。可是，俄国女皇也会这么想吗？您想和我了解女皇吗？可是努尔阿里汗，女皇是个想吞并邻国的人物，别以为哈萨克就会顺利。公主殿下，虽然我不喜欢别克托夫先生，可他有些话还是提醒了我，您在我的领地，所以我有责任保证您的安全。您觉得我处于危险之中吗？我不是指现在，我相信此刻你有绝对的安全。可是公主殿下，你想过没有，如果女皇陛下不答应沃巴西的条件，也就是说女皇陛下坚决要图尔扈特人返回伏尔加河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图尔扈特人会满足陛下的要求。不，我现在觉得沃巴西汗不能说服女皇陛下，图尔扈特人也不会答应女皇陛下的要求，不会返回伏尔加河。如果我的怀疑得到印证的话，公主殿下，这就意味着战争。是这样的，如您所说，图尔扈特人就没有了退路，只能选择战争。战争状态下，你会作为人质仍然留在图尔扈特人中间，我不能不为你的安全担忧。战争的结果，图尔扈特人会输得很惨，到时候，当他们需要发泄和释放失败的愤怒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难以保障了。我只有等待你的保护，是这样吗，努尔阿里汗？尊敬的公主殿下，请现在就随我一起回去吧。在哈萨克人的营地，俄国公主的安全有绝对的保障。不过我不能答应您的要求，我是图尔扈特汗国的监察官。在图尔扈特人没有到达中国之前，我不认为他们的反叛已经成功。在女皇陛下还没有撤除我的职务之前，我将承担我的责任。当战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，女皇的权威会被图尔扈特人不屑一顾。您靠什么来保证自己的安全？您忘记了，图尔扈特人的王子现在在俄国手里。您认为图尔扈特人会交换吗？只要阿萨赖王子远离图尔扈特汗国，这就是威胁。那您还是要留在这儿。是的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好吧，我不能强求俄国公主。沈楞将军，在哈萨克那里你自由吗？他们分给你畜群和草地了吗？啊，这我还不敢妄想。只要能留下来，有个安身之地，我就满足了。那在中国你就没有家人吗？为什么走到这里不走了呢？有的，我在中国我有家，有家人，我是个大家族。不过那是过去的辉煌。可惜我做错了，我只想着恢复蒙古的辉煌，反对朝廷的一些贪官，就起义造了皇上的反。你真是英雄，敢和皇上斗，我太佩服你了。我只是想和那些贪官斗，可当时啊，我太鲁莽了，一气之下把皇上的宠幸给杀了。他们追杀你，还召会女皇杀你呢。是图尔扈特人救了我，我何尝不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呢？我在外漂流了这么久，我真想念我的家乡啊。我听说皇上把我的家人都给杀光了，我真是没有脸面再回去见我的祖宗了。中国那里好吗？就像女人的面纱一样，揭开它就会让你感到惊讶，这就是它的魅力。如果我能回去，一定去见皇上，让他赦你无罪，让他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将军。图尔扈特如果没有你，是找不到家门的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见皇上。班巴尔，
我真的感谢你。可你只是个卫队长，还没有资格见到他。他是皇上，不是你的汗王沃巴西。他管辖的人和土地和俄罗斯差不多大，他的皇宫一般人是进不去的。那我要进去，就告诉他舍楞将军来了，看他开不开门。邦巴尔，你真好福气啊！谢谢你啊，舍楞将军。来，好，来。舍楞将军啊，您去哪儿了？我去见了一个熟人，没想到您这么快就要回去。那我们走吧，请。你把牛羊骆驼各900头放在我这里，是因为你无法带走，就让他们在我哈萨克富饶的草原上生息繁衍吧。至于你献上的贡品，尽管珍贵，我还是不能答应你从我这里借到。当东归的消息传到沙皇政府，女皇特令奥伦堡的省长指挥的亚伊克部队追杀我们，因为我们路经那里时没有侵害过他们，所以起义的亚伊克部队拒绝追杀，这样双方都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。你的意思是想说明，我们哈萨克也像哥萨克、吉尔吉斯人一样，被沙皇政府利用了？是的，我们是回家，不是来争夺你的草场。这我知道。你的祖父阿育奇汗在康熙48年间，派使团取道西伯利亚，经卡尔喀蒙古抵达过北京。之后，康熙皇帝又派出了图里琛使团抵达伏尔加河的图尔霍特姆。你的父亲敦多布拉什在乾隆21年间，派使团再次抵达北京。乾隆皇帝在承德的万树园接见了他们。不可否认，回归东方是你们几代人的夙愿。既然如此，你就更不该拦截我们。你想从我这里出去，我坦率地告诉你，我的边防线只有600公里。如果你突围出去，我将不再追击。叶沃巴西可以逃到东方，我努尔阿里也不想得罪女皇。如果女皇命你对我们开战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沃巴西汗，气氛有些不对劲儿啊！有人密谋要绑架你。谁？几个图尔扈特人。努尔阿里汗，请你放心，我已经命人把他们抓起来了。我不敢说所有的图尔扈特人都是您的卫兵，但是我向您保证，沃巴西是您的卫兵。足够了，有您这样的卫兵，我还担心什么呢？啊！
邦巴尔，邦巴尔，你在这里坐着干什么？给我回去！你是躲着我吗？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我是在想，如果我们走出了哈萨克草原，你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跟你走？你想甩了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是担心你们母子，想把你们留下来。你个没心肝的男人！如果我留下来，孩子怎么办？问题是韩国在东归路上不许生孩子。为了你和孩子，查拉米亚，你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你应该像舍楞将军一样留在哈萨克草原。那好，我们一同去见韩王，让他同意你留下来。走吧。查拉米亚，我不能停下来。那你是说让我们分开？那你去见他吧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想甩了我。查拉米亚，跟我回去。走吧。放开我，查拉米亚。要去你自己去。走，你跟我走。查拉米亚，你怎么走啊？放开我好吗？查拉米亚。哎呀，查拉米亚，真是。努尔阿里不相信托尔扈特和女皇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和解的。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，不过他会耐心等待女皇的复信。我们获得了机会，他却丧失了时间。是啊，后天凌晨，托尔扈特人如果能成功的突破哈萨克人的堵截，就会一路顺风的回到自己的故乡了。前方再不会有敌人的阻拦了。那你呢，娜塔莉亚？路越往前走，分手的时间就越临近，也越发叫我难受。我巴西，当托尔扈特人发动突袭的时候，我的俄国公主身份也就终结了。我也该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巢了。等你们突围成功后，我会化成百姓混在逃难的人群里，消失在通往匈牙利的边境线上，再绕道回到波兰。如果你一个人走，那样我会不忍心的。在我们同行的日日夜夜里，我已经经受住了考验。相信我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了。我变得坚强了。你帮助了托尔扈特人，不是你帮助了我，我巴西。娜塔莉亚，如果你愿意，就永远留在我身边吧。怎么你不愿意？你我是不能在一起的，这是我们注定的命运。因为即使我决定跟随着你，你的托尔扈的韩国也不会接纳我的。命运似乎和我们开了个玩笑。他慷慨地把你交给了我，现在却又无情地把你从我手中夺走。我的汗是托尔扈特人，让我真正明白了，只有自己的家乡才是生命的栖息地，是灵魂的最后归宿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故乡是人与生俱来的依恋。我也渴望回到波兰，哪怕回去的仅仅是我的骨灰。那么我将会派给你我的王庭卫队。我想，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话，他们会护送你回到波兰。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。从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，真的。
尝不想在你的身边。我热烈地爱着你，也深深地爱上了你们这个为之骄傲的民族。这我知道。但是波兰在我心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，就像托尔扈特在你心中的位置一样，我的汗。如果我们能够活着回到故乡，活着，今生今世就算是永别。你我的生命仍然是美好的。我们曾经为了自由深深的爱过。今世我如果不能与你同行，你就放飞我这只白鸽。相信我们的灵魂会自由地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中。让美好的回忆铭刻在彼此的记忆中吧。娜塔莉亚以自己的良知和善意帮助了托尔扈特人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对她产生出好感。这个倔强的女人，既有我们一样热爱自由的灵魂，身上又闪烁着我所不了解的西方的神秘，让我心生爱意。如果不是处在都会之中，又有法典之约，即使族人有再多想法，我也会去了吧。
陛下，我得到了这样一份东西，您是不是看一看？我来读一读。你们听到大车的吱嘎声了吗？今夜在淡薄的星空中，图尔扈特3万丈离开了萨马尔，向着吉尔吉斯辅导身体前进。为了摆脱官吏的奴役，为了不再像雏鸟那样在异域的土地上宰割煎熬，他们像死板的龟群，向着自己的蒙古鱼贯前进。这首诗广为流传，作者是年轻人，写得很美，是吗？哦，我从来就没有欣赏过他。可是您根本无法否认他的才华。康斯坦丁，这是中国政府的照会。是的，陛下。依照陛下的意志，我们开始时要求他们的皇帝全部遣返那些逃亡者。根据国际惯例，我想这是不会有用的。他们的乾隆皇帝，那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。我想的是，或许可以用战争相威胁，能让他们明智一些。我们正是这样做的。可是，陛下，他是怎么说的？陛下是这样的。中国大皇帝召会大沃罗斯沙皇陛下如此等等，关键是以下内容：图尔扈特本属我华夏子民，故菲尔乌罗斯所属，东归故土是民心所向，诚天经地义之事耳。为今之计，或以兵伐，或守和好。我天朝为视尔等自取，若尔等因此细故而背弃前盟，我天朝亦必全力奉陪。就是这些，陛下。陛下，我读完了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在东方再打一次亚克萨战役。康斯坦丁诺维奇，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？陛下，这里是我亲自为您的回忆录收集的资料。在您治理伟大俄罗斯的在位期间内，建立新的省份已经有20多个，城市有100多座，获得军事胜利60多次，发布立法的重要敕令80余件。您无愧于俄罗斯大帝的伟大称号，陛下。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取消我的回忆录写作计划。不，陛下，上帝赋予您伟大和光荣，您就应该为俄罗斯的后代留下崇拜和效仿的榜样。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，康斯坦丁诺维奇？是的。你看，俄罗斯有装得下整个欧洲的领土，可是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骄傲的蒙古可汗？我该怎么写沃巴西？看，他要回去了，回到那儿，那是他们的蒙古高原，那里有一道著名的中国墙，那墙叫什么？陛下，中国人把它叫做长城。也许俄罗斯还不够大，如果我们的疆界在那儿，他往哪儿跑？